念，你对科学有救命之恩，有情有义，但是你贪玩人间，安尼会害着科学。啥物事？你讲啥物后怪要害我？李所金小青是修炼千年大家。左家，啥物？我都了解。娘，家师傅，大发慈悲啊！来听说我要上工啊！小姐，莫甲伊啰嗦遮尔多，甲这个老年修拼落去。莫搁这个报咯，回到你应该去的地方，好好修炼吧。师傅，请手下留情，请毋通伤害我的囝。你是人，伊是妖怪，无办法做伙，我要甲伊压在地方塔下，互伊袂当去出国。师傅，请你莫伤害伊。虽然我即摆知影我的物件是白蛇精，但是我的物件伊心地善良，从来捌害过人啊。是啦，师傅，我师傅心宽善良，你我嘛真友好咧。小青，虽然爱你嘴钱啊，算真乖啦。师傅，你着了解哟。阿弥陀佛，上天有好善之德，只要伊愿意好好修炼，出家人自比为快，我就来多快啦。感恩师傅慈悲，我愿忏悔罪孽，随着师傅好好修行。但是伫我离开之前，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希望师傅会当成全。什么心愿？你说吧。众生是平等的啊，希望人类毋通搁为着家己的偷欲来杀害动物、破坏地球，请人类爱护生命、素食、环保、减碳，才当救地球啊！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万物平等，人人拢有慈悲心，相信。今日来参加地方法律会来宾，当你是慈悲的菩萨，应该会带领你的请求哦。各位来宾，你讲好无？